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天王郭富城，完全看不出来伊今年59岁，到底是安怎保养的呢？伊就节目来透露讲，伊拢是逐工早起的6点才去困，困到下晡的1点，大家听到拢错一条。啊，虽然安尼困有困7点钟，但是医生讲，恐惊有稳性的伤害，也是有可能会对身体造成负面的影响。如你爱我，最深爱是那些。如果心底的我是咁有嘢。伫台顶唱歌跳舞，展身材金马，完全看不出香港天王郭富城今年已经59岁。伊的青春秘诀是袂少人想要知影的秘密。不过正上节目透露的生活习惯，甲袂少袂重惊一条。你平時幾點瞓嘅？6點幾。夜晚、朝頭早。你无听唔到，天王逐早起6点才困，一路困到下晡1点。虽然逐工原来有困7点钟，不过这个时间甲一般的人，敢若无啥共款。郭富城这种睡眠的方式，确实有可能是叫做睡眠相位后移症候群。虽然逐工拢困有够眠，不过也是可能对身体造成负面影响。这种人，有可能会比较容易产生代谢症候群，就是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。郭富城是大明星。行程是真多，也要拍戏，也要开演唱会，难免时间会颠倒变。不过演艺界原来有一个真怪的天后。你知道聚会的时候，一堆人还在那边叽叽喳喳，然后突然间有一个人他已经那个叫了那个车，然后也没有说拜的那种，很快就走，因为他要去睡觉。红吐槽的就是天后蔡依林，真正伊甲好朋友蔡健雅、清风伫咧 podcast 开讲，意外透露家己逐工9点半就困。我是今年因为去美国回来的时差。就累了，就9点睡，然后连续2、3天会起来超漂亮。除了变水，伊嘛透露是因为拼命讲地书免疫力变歹，佮生皮蛇，才互伊发觉早困的重要性。影片抛出，为着甲天后共款水，佮有一波模仿的热调，互网友笑讲根本就是大人家的巧虎，甚至出现 JST（Jolin Sleep Time） 的国际量数单位。后介招朋友出门食宵夜，介甲朋友讲 JST 了后1点钟见面啦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